少卿啊，这是从容父亲的律师手记，也是他的日记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想了呢，就打开看一看。阿姨，请你把这个呈交给从容，你帮我转告从容。虽然在我的私心里害怕他身上的这股正义劲儿，可我也明白，他这份正义劲儿才是我的骄傲。阿姨，请你帮我照顾好他。放心。那我走了，你们好好的啊。阿姨再见。我妈呢？动不动回来就走了？怎么了？我会替你妈妈好好照顾。嗯。法者，所以新工具报也；律者，天下之大信。大多数的律师在做案件，而好的律师在做人。从一名普通律师到一名好律师，就是做人的过程。爸爸，我明天就要入职了，我会努力做一名好律师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若隐若现，那份腼腆，记忆写满的明信片，最爱的奶茶，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。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。你多美，你都没发觉，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。亲密感是凝望你的眼眸，终于彼此双手在焦点间交错。你是我最小确幸的生活，多少的浪漫沉淀，让甜蜜有了花。